香港嘅朋友仔刷到呢條視頻真係幸福啦！2140尺嘅屋宅，只需要喺香港買一個車位個價錢。想翻嚟大灣區中山置業嘅香港朋友仔，呢個樓盤真係值得過嚟睇睇。喺呢個屋宅自己揸車翻香港元朗，只需要1粒鐘嘅時間距離。喺中山博愛路上呢個位置，衣食住行都非常之方便。2100幾尺嘅屋宅，香港嘅朋友仔過嚟仲可以分期付款。首期只需要人仔30個出頭，剩低嘅仲可以做30年嘅銀行按揭。大平層屋宅喺香港諗都唔敢諗，竟然喺大灣區中山呢個位置輕鬆就可以置業。近期香港嘅朋友仔想翻嚟大灣區中山置業嘅，呢套樓真係值得你過嚟睇睇。年底優惠力度大，樓盤嘅房價都係一樓一價，分分鐘仲有機會幫你慳幾十個。2100幾尺。可以做4房3套間，每個房間嘅使用率都非常之高。屋宅嘅坐向係做咗南北對流，所以每間房嘅位置通風採光都非常之好。連主人房嘅衛生間都俾你預留咗做浴缸嘅位置。2100幾尺，首期只需要30出頭就可以攞低呢間共東房，性價比真係高啊！感興趣嘅朋友仔，歡迎實地睇樓。